咱的兄弟姊妹做伙用这个法术吼，行用这个法术。那么，所以讲咱相信咱拢吼，来看过这个华龙说啦吼。那么一条法术上咱的一个神吼，像咱现在在太上神吼，要来落去。其实这台法术，伊建设这台法术所这个神，你爱来同心同德。这个很好，我来记下。哦，他说清楚的，这个就这个这个意见，他这个这个意见，我讲意见，他拿来这个他这个。哦，那么讲他呢，就讲咱华东说的话，哦，咱是每一个人哦，咁嘅标准来对啦，但是每一个人我爱重点，但是我爱讲话，就是咱。用好，第一个是安尼个呀，是谁的？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哦，是他讲咱这个目标，我讲话是咱该做的，人力差不多呀，所以讲人力差不多的比较哦，对，就是这个主张，这个比较低的就是，这个方面时间是超过的，哦，所以说。咱就爱用咱的知识，咱能够大家该同心同德，咱就产业同心同德，就是那个批判，包括土地相关的土地，我们讲要给咱社会吼，选这个发展吼，到咱这个叫咱农业的国家地方，那么这个联系股的公司在推出2020哦。所以英国嘅監測對我哋嘅監測，公務關係一方面而係用而家咁大家喺12個人嚟睇報道，其實呢間先至對特別情況，即係為先將而家翻嚟話嗰即係目前嗰個嚟對嘅。因為我哋市民呢個呢單係。咱这样方面，就是咱比如用人力，咱咱老多人这个关系处，你这个咱这样方面，咱做真的，以后呢，就爱咱咱做在这个环境的改变，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呢，很可惜讲，咱其实这个各方面的所在，但是咱边你这个我行嘅地方啊，就是我讲嘅即係要點咧？係將空地嘅咧嚟完善，所以咧就全部落北京嗰邊咧，咁咧即係我行嘅間咧，因為咧大家知，大家都即係自己嘅部分，即係我覺得唔係人事嘅嚇，因為咧已經咱哋已經落就是咧，即係。在更关心来反幸福，来这个教育的指标，按说那都计划是上变化了，所以讲咧，咱就来讲这个案，爱关心加这个，咱就来这个这个希望目标，所以讲咱这个机会呢，当往来。要辦嘅咧，咱就咧一般比較唔好，但係一般就係即係靠貨，或者係關邊要辦嘅咧，即係靠貨啊，而且即係咁樣嘅，而家大家講嘅係點嘅？因為嘅我覺得就用又係嘅意思咧，即係要我覺得嘅意思講，但係點解唔係
哦，这个叫心性。哦，咱来用这个心性哦，来提供这个哦，再来看这个推荐的轮回。哦，那么但咱这样呢，因为感觉进展就给大家为哦当对也在进步嘛，来当兵一案嘛哦，加中这个聪明的生活啦，哦，但是你聪明的生活，就是讲咱台湾这个国家的国家，咱咱目前的国家对嘛哦。啊，所以说咱大家这个目前的国家，讲这个。规条大家规条大家来写，大家好，所以那么咱们这个来看这个哦，世界的所有，大家的这个说，不学那些装环球，不当环球，真出手，就拿到看，因为。因为我这样的话就让他因为我现在的当地生活更有希望。咱给大家讲一个咱说以前一个当兵咱修了来方面的，对呀，我们这是这样的，这是讲简单的，讲那哦，所以。